今仔高龄台湾专题哦，咱要来看台南的做店，屋地地质是真出名，也毋过当地少年人拢出外，人口老化是真严重哦。向当地社区发展协会行销在地农产品分级，佮甲赚的钱哦，买中古车来服务社区的老大人。地方茫茫讲有少年人当做伙转来拼员工，互做店行出家己的特色。 一景过一景，无花草的山，才是台南做店真水风景。不过实际来遮，车路真少人，连老家看起来嘛稀微稀微。买2间医生馆啦，今仔足侪人。啊，毋过即摆安怎？即摆就较少啊。 根据资料统计，民国41年做店有8500人，高达村4300人左右，是全台南人口第2少，老化指数全台排第3，是安怎会变甲零零清清嘞？是拢叫做水源保护区，农林牧地占到头95%啦。爱有所在通去趁食，伊较有法度生活嘛，所以人口外流是产生地势安尼来。 做店者是屋地地形，加上建地敢若1/100，护国产业真歹发展。古来少年人拢搬出去，剩4大人留伫遮。加在公馆社区，大家拼势变好遮兴起来。借由我们社区葛玉金的发展，然后让这个地方更有亮点。 少子化互当地公安也国小面对废校的命运，人口老化互学校即卖变成关怀据点。 社区伫遮设分级故事馆，卖分级产品，佮靠接团体倒南活动来趁钱，把甲所赚的钱摕去买一台中古车来载社区的时代。因过是用行啊，这样有车这管载较方便啦。即摆有消防公车，伊真诶，互消防公车载。 地方发展爱长期经营，有企业甲做定老家旧厝重新改造，望促进员工，伊嘛期待有少年人斗阵来推测地方创新。必须爱有观光客有特色，有观光客想要来遮来阮遮行行来看看咧。我相信，这人潮就会带来钱潮啦。来拢走得足好啊，对咱阿妈你好安尼，我也看来足欢喜啦。 面对台湾高龄化，老人人口愈来愈多，地方创新起行，发展员工创造就业机会，赚的钱投入公共资源，服务老人，形成一个好的循环。虽讲做店发展真慢，不过最后也是看到未来的希望。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。